出名的网络明星馆长陈之汉，又搁甲高雄市长韩国瑜起口角咯。原来是为伫高雄的健力协会找馆长合办比赛，馆长要出100万，这个馆长要出100万来提供到场地甲奖金，但是煞互高雄市政府的体育处来刁难。这个馆长真火大，痛骂高雄市政府是笨手，但是安尼讲骂到公道咧。来看这个报道。 馆长陈之汉搁开直播，这回是大骂高雄市政府。金钱我来花，造势我来做。民间企业要帮助台湾运动，台湾的政府居然大力的去阻挡跟阻止。韩国瑜市长，高雄体育处在搞什么？你有了解吗？ 原来伫高雄的健力协会找馆长合办健力赛，伊愿意自费出100万以上附奖金嘛，提供场地。但是高雄市运动发展局宣告不准甲商业健身房合作。若是真正要办伫南口馆长的健身房，必须要开放7天，免费予民众使用才会赛制。互馆长点名市长韩国瑜，为何相关单位的想法这么过办？协会他要办国手的选拔，他必须经过体育署核可。 不是高雄市政府的业务。遐独立个别团体甲业者嘛，但是有商业甲广告行为，文化局拢是依法行事，才有这款的规定。但是是毋是限缩国内体育活动的发展？是毋是应该开放甲商业合作，帮选手谋取更较大福利甲待遇？可能应该思考的，对毋是地方政府的残疾利益。